今年国中教育会考就特别考试啊，伫台南的嘉义国中，因着用在地食材推出连续5天无共菜色的会考祝福餐。那这是正营养连假式食材拢特别设计过，上届希望的就是学生囡仔食落去有惊喜，满满的祝福，对因考试真有利。 一透早校园拄工，当咧无用煮中昼顿，那干那煮尔，内底佫有真侪爱心甲鸡卡。今仔日是食煎沙白鱼甲沙菜顶菜色，逐工食到时间拢是学生上界期待的。互咱食了，会当感觉到营养师交厨房所准备的菜色，互咱食了有满满的信心。国中教育会考伫即礼拜登场，台南市嘉义国中发挥创意，用在地食材推出连续5天的 会考祝福餐，料好的叫做5A++，所以这礼拜有设计做侪甲 A 有关系的物件。啊，所以像今仔日阮设计就是像维生素 A 较侪的一个食材。菜色澎湃青草佮咸醋味，来看第一天实在着用英文字内底有 A。 那第二天是用有关维他命 A 的食材，所来佮摕华语的话音来设计。中昼顿除了兼顾着囡仔的营养，菜色嘛向定着学生食了会使考着好成绩。 另外，嘉义国中佮供应予附近的偏乡学校，因的学生同款嘛食会着会考的祝福餐。偏乡的囡仔来讲，学校来讲，其实伫人交钱的部分是帮助上大，因为对阮来讲，其实阮免付出遮侪时间交人来去准备种餐点互囡仔。我是感觉足好食。考完章就食芦笋，伊的意思就是讲会当安尼顺顺利利，考到家己想要读的学校。 校方的用心，学生感受会到。选择会考进前，设计会考限定的中昼顿，计工的菜色安怎，嘛引起师生之间的讨论。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。